全台湾的交通状况嘛受到风台影响，桃园机场对今日早起统计到今日早起9点半，计共是有241班的飞机取消。也若是这低频交通的部分，火车无分紧车也是区间车，过道全部停驶。也若是讲到这台北捷运，是因为风真透，所以讲高架路段暂停营运。这当中是包含文湖线，也佫有淡水信义线、圆山到淡水、新北投站，也佫有小碧潭站等等。这是中昼11点过后全部停驶。分正到飞行机准备要降落，风台天航班有真侪变动，真侪飞行机伫空中驶足久的才降落。有当来台湾的旅客是紧张到求佛祖来保庇，不过因嘛讲伫降落的过程，阁算是平稳。我们看那个航线嘛，那飞机到了什么高雄那里又转向，然后就在那里好几次，是这样。等于是要降落的时候。他比较辛苦啦，因为那时候窗户打开，我看了那个外面那个云层，都看不到下面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很紧张，一直在求佛祖上，差不多50分钟。这个旅客是烦恼飞行机取消，行程轰拍乱去。昨天就开始睡不着，因为看到很多取消嘛。暴风半径会使讲，把规个台湾拢砍掉，受到强大空锐影响。根据桃园机场31早起9点半的统计，客货机入境是取消125班，出境取消116班，拢总加起来是取消航班241班。这嘛是今年第一天内取消上济航班的记录。总共取消航班是241班。那其中客机212班，货机29班。那请各位旅客在出发前还是洽各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的一些动态情形。针对这取消的航班，桃园机场公司讲，主要是取消东北亚、东南亚、中国和香港、澳门的航线，嘛请旅客和接机的亲友一定要去注意上新航班的动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